耶穌到加利利行，佢受懷難禁，施洗約翰已犧牲。12門徒聽主訓，暗中裏隨行，與主到伯賽大城臨，郊野靈修，要暫別眾民，訓程難禁，苦苦最貼近，皆因有病盼施恩，主佢為愛施恩憫，宣講上帝恩，醫好病者，誰憐苦弱困。歡欣與主相親，今天救主使人，此際人人獲救，歡呼歌頌韻。天色暗，晚風輕滲，應當眾人散開，遠離平地。村莊有居處，食宿各自尋，門徒向主表陳，主體恤，於心不忍，食物害難覓尋。今天主要試煉眾人，門徒無奈揮殺傷神。主早有定案，為養傷害，問腓力有否策略，其謀來奉上。皆因此處是佢家鄉，讓佢來衡量。野地裏人多，怎可應付？確實費奏章，家鄉咫尺，又能怎樣？縱有錢財，透糧用20兩，亦不足夠買餅苦思計無量。腓力與門徒都未明白神嘅心意，真係費煞愁腸。此際有門徒發現，稱有一小同行方便，有魚兒及有餅可獻。安德烈帶他到主面前，本是喜歡天，發現與得一相，確實難如願。餅只得5件，受宰宴。主佢是神有權能，今要門徒實踐，親力見證主恩典。耶穌拿起5餅2魚，向天祝謝，然後就擘開藉5餅2魚來教導，信心懇求神引路，全能上帝聽禱告，化解飢餓全無，分別一組組，次序排好，彼此坐下，禮儀滔滔。主帶禱告，萬民敬重，吩咐門徒到席前，分派萬人宴，頌讚謹記主恩典。奇，籃中裏面嘅魚餅竟派5元，只見派下
又見多啲呢遍地傳，淨係男士已達5000，感激主恩愛水蓮。門徒受盡點，門徒齊頌讚，信心再復燃點，靠主恩不變。餅多遍佈無容棄掉，主他吩咐拾起無浪費，足有12籃，遍地傳來，大眾響應，眾宣稱說到耶穌，佢應先知變。此刻主弟兄在作考驗，問下門生有乜主見？見彼得宣告，佢如說真言，說是全能基督言，萬世因心救主降下濃情上帝恩典。耶穌情真無變，千秋讚頌我主恩，齊奉獻，天家恩賜來。